主后2024年1月2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移动的圣幕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出埃及记27章第10到19节。你着用金合欢木做祭坛，长甲宽拢2公尺20公分，是四方的，悬1公尺30公分。着伫坛的四角头做4支翘起来的角，甲坛连做伙。规座祭坛着用铜包底，着做收祭物的符的桶，搁做túi仔、碗、肉切火鼎。坛的器具拢着用铜做，着为祭坛做一个铜的网，网的四角头做4个铜环，网安伫祭坛4面围腰板的下半边，互网对坛的半腰伸到下底。着用金合欢木甲祭坛做冠，用铜包底。冠着藏伫祭坛双边的环内面，通冠祭坛。着用网做祭坛，中央空壳拢着照我伫山顶指示你的款式。你着用扫过的幼麻甲会幕围一个埕，南面的围长44公尺。埕的南边着有20支条，20个有榫孔的铜座，条的钩仔甲环管拢着用银做。埕的北边嘛着有围长44公尺，条20支，铜座20个，条的钩仔甲环管拢着用银做。埕的西边着有围宽22公尺，条10支，铜座10个。埕东边的围宽22公尺，入口的双边围的长拢着6公尺60公分，吊围的条各3支，有榫孔的铜座各3个。埕的入口着有门篱，宽9公尺，用蓝色、紫色、自然色的丝，甲扫过的幼麻，用刺绣的手路绣的，条4支做4个。埕四围所有的条拢着用银的环管连接起来，用银做钩仔，用铜做座。埕的长44公尺，宽22公尺，悬2公尺20公分。围着用扫过的幼麻做，座拢着用铜做。会幕敬拜用的器具甲所有的器仔，以及埕所有的器仔，拢着用铜做。移动的圣幕。10条诫中第2条诫，禁止以色列人做神像，也就是禁止偶像崇拜。人喜爱看会到的物件，因为目睭看会到的，就比较容易掌握。台湾民间宗教信仰兴盛，大家小巷偶像林立，开车行过3号高速公路的西港桥，远远就通看到大仙的佛像踩点高滨溪的山峦仔间。偶像互人安定感，总是也互人陷入极大的信仰危机。表面上人拜神明，实际上是人咧操纵神明，这是自博易位，毋是敬拜真神的态度。上帝吩咐摩西
建造的圣墓特色之一是，重要的神圣用区拢通刷震动。根据出埃及记廿7章第40到第7节，祭坛的四角有4个铜环，以便移动的时通插入管。25章12节记载，约柜的四骹顶面有4个环，2支管穿过规两边的金环。25章26节指出，放陈设饼的桌仔边仔有4个环，环有2支管。3章4节也提到，烧香的香坛两边各有一个互光香坛的管穿过的金环。这个环的设计是为着方便配合圣墓的移动。上帝用移动的圣墓，甲伊的子民以色列人同行进入迦南。约柜一路引带以色列人往头前行，经过旷野的操练，渡过约旦河的阻隔，进入应允之地。大笔的时代，圣墓安伫耶路撒冷。所罗门王花费7年的时间，伫耶路撒冷为上主起造圣殿。约柜无再安放伫帐幕内。表面上看起来，上主的居所搁较稳固，总是宏伟的圣殿，却也互以色列人陷入圣殿崇拜的危机。以色列人误认为上帝住点伫宏伟的圣殿内，因甲上帝当作耶路撒冷永远的守护神。当国家陷入危机的时，因深信上主会保守因。因为上主的殿就伫因中间，总是上主临在是移动的圣墓。上主的行踪毋是人通限制。当以色列人生活违背上主诫命的时，上主的荣光就离开耶路撒冷。当以色列亡国人民受掠到巴比伦的时，移动的圣墓再次出现伫先知以西结看见的异象中。当受掠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，因为圣殿被毁，信仰陷入危机的时，以西结看见的异象向因显示，上主并无因为圣殿受毁就消失。来去自如的上主犹原甲因做伙踮伫巴比伦。上主是移动的，有限的人无法度掌握无限的上帝。当咱想要掌握上帝一切作为的时，毋但信仰会陷入危机，也显示咱的无知。拄亲像约伯的故事，一开始约伯认为伊所认捌的上帝是想法分明的上帝。约伯自信伊行得正，也必然得到上帝的赐福。当约伯遭受无法度用因果关系解说的灾难的时，伊的信仰就陷入危机。最后，约伯亲目看见上帝了后，不得不伫上帝面前承认家己的无知。默想，我的生活是毋是完全互上帝掌权？我的生活是毋是完全互上帝掌权？咱来祈祷，无所不在的上帝，你的作为奥妙，超过人有限的财物所会当理解。求你互我搁较谦卑面对你的带领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